2024香港小姐競選將會喺9月15號晚舉行，15位佳麗經過連串嘅特訓同埋外景嘅拍攝之後，翌日首度以泳裝上陣會見傳媒。佳麗們以鮮豔嘅兩件頭泳裝示人，配合埋夏日嘅氣氛，可以話係青春逼人啊！咁多位佳麗為咗決賽事前都積極修身，呢日亦大 show 美好嘅身材。其中9號嘅陳甜甜同埋面試時被傳媒封為翻版蔡潔嘅13號程姜月，身材亦相當唔惹少，令在場嘅閃光燈都閃過唔停啊！我自己覺得都係好一般，因為我啱啱看 Tita 嘅時候，我都比較緊張。嚟緊即係喺總決賽之前，你會唔會可能喺食嘢上面啊，可能運動上面再去點樣令到自己更加好咁樣？可能會多做啲運動，同埋爬山、游水。食嘢方面我都覺得就正常食嘢。今日全部都會覺得啦，譬如你啦，咁個身材啦，即係好好啦。你自己覺得喺呢樣嘢對於你之後比賽有冇啲咩優勢咁樣咧？我覺得如果身材好啲嘅話，咁自己嗰個體態啦，同埋個人俾人嘅感覺都會好好多啦，個人儀態會好啲咯。同埋身材好啲嘅話，咁都可以catch佢哋嘅眼球咁樣。而家係咪都係嗰個目標已經係達到咗㗎啦 ？keep 住就得㗎啦，定係要再多啲？其實都想再多啲啊，因為我自己其實想到45 kg 嘅。係啊，你加油！加油，係啊，要加油啊！都好難啊，因為其實呢個體重真係我中學嘅時候45，而家咁多年都未試過跌落去50 kg 啊，其實。24號嘅楊子瑤身高有成1米78，着起泳裝上嚟就突顯佢一對修長嘅美腿啦。12號嘅鐘翠絲身形相對嬌小，但係勝在之前有參加選美嘅經驗，行起 catwalk 上嚟都自信十足㗎。離決賽仲有大概1個月到嘅時間，各位佳麗又會希望自己喺邊一方面作改進呢？嚟緊啦，去喺決賽之前有冇啲乜嘢係覺得仲要再需要改善咁樣嘅咧？我覺得要爭取時間瞓覺啦，因為我覺得足夠休息係好重要，因為休息得夠呢，個皮膚先會自然好嘅。都係勤敷 mask，多啲瞓覺，瞓美顏覺。另外你覺得即係咪可能啲網民會話你似呢個李嘉欣啊？你覺得會唔會有少少加成咁樣咧？覺得有好大壓力嘅，咁我覺得所有嘅網友有佢自己唔同嘅見解啦，有啲話似，有啲話唔似啦。咁我覺得佢哋都有自己嘅意見同埋睇法啦。咁但係呢，我比較希望想透過我之後嘅努力啦，同埋我之後一啲嘅成就啦，可以令大家記住我係魏樂琳 Eileen 咯。嗱，今日另外其實3位呢，亦都係咧傳媒認為咧，即係今年即係好靚女啊3位。你哋覺得自己即係而家離決賽嘅時間啊，即係唔係得翻好多日子嘅啫？會唔會都即係越嚟越有信心啊？對於自己？信心係一直都會有嘅，咁 keep fit 都係要嘅，都有限度少食啲嘢，同埋做啲運動。你咧？我係覺得咧，我嘅廣東話有好大嘅進步啦，跟住口才都要慢慢喺度練習啦，所以係慢慢有更加多嘅信心嘅。係，冇錯，廣東話的確係進步咗。係啊，真係。你呢段時間係點樣練習咁樣嘅？其實都係傾偈，同朋友傾偈，同家嚟傾偈，都係冇特別去揾一個老師。我覺得就係現場多講啲，大膽講。你咧？其實我覺得我都仲有進步嘅，同埋我都有同家裡傾偈，同造型師、化妝師傾偈，我都好有信心喺決賽前攞個好名次。